这份针对台湾网络的调查指出，讲台湾49岁以下民众，即马大部分拢是透过社群媒体来看新闻。调查发现，讲所谓平台头一届凌晨传统的媒体，真做是民众看新闻主要的管道咯。 手机摕出来 ，IG 顶面有真侪新闻，嘛会跳出真侪新闻资讯，吸引民众点落去看。根据2024年台湾网络报告的调查显示，49岁以下的民众大部分拢是对社群媒体去看新闻的，其中有7成的民众认为家己会晓分辨假新闻。还蛮多就是旧的新闻，所以就可能跟时事比较不一定有关系这样子。你通常点进去看一下内文就知道是假的。 可能会比较难分辨，就是真的假新闻这样。 调查嘛显示，少年人比时大更较高分辨假新闻。台湾网络资讯中心表示，这个少年辈自细汉是伫咧网络世代大汉，敏感度较好有关系。调查嘛指出，2022年有6成的民众是使用面册来了解新闻，即马落甲剩5成。不过面册也是台湾上侪人使用的社群媒体，第2名是 IG， 拢总占23%，第3名是抖音占2%，去年才推出来社群册一定到第5名，也过迪卡。 跟小红书 ，FB 这边其实它是有下降，可是另外一方面，其实 Instagram 其实它是上升的，所以可能其实是 Instagram 这个部分，其实可能更多年轻族群其实迁徙到 Instagram 这个地方。台湾网络资讯中心调查发现，台湾有98%的民众有看新闻的习惯，显示出台湾民众对新闻的重视。中心嘛讲，因为台湾受到中国威胁的关系，先做受到网络攻击上济的国家，提醒台湾的民众要提升认知能力、甲保护能力，唔通去网络的假消息骗去。记者戴阿选、林秀凯台北报道。